你的心愿我来帮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勋勋。昨天在小伙伴的要求下呢，我也是艰难的打下了训练基地。今天我就知道你们要我打天堂度假村了。我说兄弟们，天堂度假村那么小，人又多，落地就在干枪的那一种，您叫我怎么打呀？吓得我转头去吃淘宝。这时呢，就有小伙伴和我说，勋勋，你要是能打下天堂度假村，我就闭着眼睛给你完成点赞和关注。我的天哪，你们这是要耍杂技吗？好吧，还是老规矩，看到这个小白心了没？把它点亮，下面的加号记得点消失哦。3、2、1，你点了吗？好喽，来喽！有個女仔你話變得大個多，大錯。你話我唔識諗，從前買冇用飾品。你慢慢心淡，覺得我對感情唔認真。要知道男人係天生嘅小朋友，感受要改較經歷得多，反而可以令到永遠好動帶着可愛佢冇時間迷惘，愛情錯過卻唔別你難。最後點個關注認識一下吧，我是勳勳，一個完成你們心願單的主播喲。